把这个智慧科技运用到医疗，中风的患者透过机器人做复健，1个月后会当行，手嘛会当抓。病患伫治疗师协助下，穿外骨架机器人，伫治疗师的指导下呢，进行手的复健动作，将智慧科技结合医疗。亚太病院成立智能复健机器人中心，提悬受伤也是中风患者病后复健效果。所以针对于初期刚开始中风的病人，手没有办法自主的活动的，就可以开始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部分，这样子。台中这个姓林的负责人，伫入院的期间呢，黄金期接受高强度的治疗，不过脚甲手的动作同款无协调，所以讲透过机器人复健训练，强化动作的感觉。有关于下肢的机器人，我们是使用外骨骼的机器人，透过一个脑部的一个神经的修复，让他的走路的一个姿势跟他的一个速度能够再加强这样子。机器人透过镜像方式，和好的手去带动歹的手的动作，并且会使延伸到弯端手的动作，诱发有用的脑部的重组，调整动作功能，加使用的频率。鼓励中风患者只要把复健黄金期，拢有机会去恢复活动功能。